賽前分析2026年4月8日快活谷第一場1號馬有情有義4歲騎師莫雷拉馬房，方嘉柏132磅12檔現時評40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未有。五大優勢，老豆係一級賽短途縱馬不惜代價，遺傳晒速度，莫雷拉騎師頂班，谷草擲場最耍家。賽前3課集全部跑入3甲，狀態對辦，操足，游水17次加度跳31課，實力指數3133，高過同班同程平均。隱憂12檔大外檔，一出閘要蝕位切入，前置跑法好輸蝕。兩大威脅對手，11號輕鬆大笑，上賽後上競跑第4，狀態嚟緊，內檔有着數。4號力險大將，同程入位率一半，一檔起步可以守住好位偷襲。賽前分析，2026年4月8日跑馬地第2場5號馬康昌之星4歲技師艾少禮，廖康明馬房131磅9檔現時評分54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48分。五大優勢，同程入位率44%，谷草擲場有晒證明。老豆海軍其次擅長1里，血統好啱跑。上賽末段加速加 1.69， 衝力反晒嚟。今場負磅比上賽輕1磅，體力更足。技師艾少禮上季合作入跳率高，人馬及到臂。一個隱憂，9檔太外，起步要嘥力切入，好易蝕位。兩大威脅對手，1號爆出美離，上賽同程輕松贏馬，狀態忽到流。6號街福區，一檔立當着數，老馬回勇可以偷襲。1號馬巴閉王4歲騎師奧爾文，呂健威馬房133磅6檔，現時評分58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57分。五大優勢，上場跑同程谷草1000米得第2，只輸 1.75 個馬位，路程一定啱。前速指數加 0.73， 典型放頭馬，今場步速預測中快好啱佢跑。血統出自短途縱橫千秋巨子，早熟兼識跑谷草。狀態實力指數有4分，最高5分，操練正常，體重回升5磅。騎師奧爾文近期手風順，上仗同程都係佢騎。一個隱憂，6檔唔算差，但同程入跳率得 16.7%， 外檔試過影響末段衝刺。兩大威脅對手，2號凝聚美麗，同程入位率 83%， 上場同程亞軍，前速韌力都好。8號風采人生，同程勝率 100%， 莫雷拉接手，氣管問題已無大礙。7號起馬4歲騎師莫雷拉，方嘉柏馬房負125磅7檔，現評49分，近排同程佳績評43分。五大優勢，上仗同程谷草1650米，後上贏馬，末段衝刺力加 2.25， 狀態忽爆，同程勝率 50%， 入位率 50%， 性能頂班，莫雷拉大師級，人馬首配即贏。老豆史雲尼斯係金鑽貴人阿爸，只自擅跑谷草，7檔唔差，流放皆宜。隱憂，試過右前腿不良於行，好反彈健康始終有暗湧。兩大威脅對手，11號真叻仔，上賽同程跑第2，末段追勢凌厲，3歲馬仲有進步。2號勁進區，同程入位率 55.6%， 潘頓操刀，放頭能力強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8日跑馬地第5場10號馬星光快區4歲騎師艾少禮馬房，黎超升123磅7檔現時評48分，近期同程最佳評50分。五大優勢，得4歲仔，體力夠晒，同程後上指數加 0.53， 末段衝得好勁，狀態指數4分5分滿分，臨場狀態一流。老豆係遙遠星空，香港短途名種，血統靚仔，體重穩定，騎師艾少禮再騎，人馬夾慣。一個隱憂，7檔喺谷草市加3跑道比較蝕底，而且未贏過呢個路程。兩大威脅對手，6號3強，上賽同程後上跑第3， 2檔好位，鬥心強。7號博愛先鋒，上賽同程末段指數全場最高，入跳率 100%。2026年4月8日跑馬地第6場1號馬跨境駿馬3歲騎師潘頓馬房，蔡約翰135磅4檔現時評分60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60分。五個優勢，狀態一流，實力指數狀態攞5分滿分，操足17課快跳，仲游水18次，準備做到足。頂級人馬潘頓夾蔡約翰，同程入跳率成 45.9%， 信得過。血統啱跑，老豆穩如磐石 D 仔擲場醒目，阿媽嗰邊有長力，谷草1200米好適合。體重穩定，今場1136磅，同上場差唔多，體力唔使擔心。
檔位着數，4檔起步可以跟住前面，唔使蝕位。一個隱憂，未贏過同程，跑咗3次谷草1200米都未上過名，上場第3都係受阻，仲要適應。兩大威脅對手。12號正哥哥上場同程跑第3，末段衝刺全場最快5.44，拉士好勁。6號幸運愉快上場同程贏馬，同程入位率100%，谷草專家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8號跑馬地第7場1號馬銀亮奔騰5歲騎師布文馬房，尤達榮135磅2檔現時評分80分，近期同程最佳成績評分80分。5大優勢：呢隻馬跑谷草1650米好擅長，4場拎到1冠2亞，入 Q 率60%，今次2檔起步好着數。布文騎佢3次全部跑入前4名，騎練合作好順手。老豆一錘定音係澳洲頂級重馬，遺傳鬥心強，跑窄場完全冇問題。上場之後唞咗35日，期間快跳19課，游水23次，狀態 keep 得好好。而家評80分，同上次跑同程得亞軍嗰陣一樣，冇超磅壓力。一個隱憂，佢以前試過因為血液異常退出比賽，健康穩定性要打個問號。兩大威脅對手。2號滿心星上次跑同程谷草1650米一放到底大勝，莫雷拉接手，前速好犀利。6號勁好運上次同程後上追得好近，田泰安再騎跑窄場好可靠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8日跑馬地第8場10號馬太太精神5歲騎師艾少禮馬房蔡約翰122磅8檔現時評63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63分。5大優勢：血統靚，老豆尋人偵探係1級賽英國7月杯冠軍，正宗短途料。谷草啱踢，跑過谷草1200米入過 Q， 同程入位率近30%，跑法靈活。騎師甲艾少禮騎呢子馬3次全部跑入前5，人馬好夾。狀態 keep 到，上場同程第5輸2個馬位，末段追得唔錯，冇走樣。操足嚟，唞咗28日，快跳21課，試習1次，游水21次，體力旺盛。一大隱憂，8檔起步唔靚，步速預測中等，早段若涉唔入內欄，可能要外踏食風。兩大威脅對手。4號精彩進章同程贏馬率27%，入位率55%，全場最高，莫雷拉騎4檔好位，路程守本。9號長勝隊長上場同程亞軍只輸頸位，末段衝刺最快，狀態急升。賽前分析：1號俏眼光4歲騎師布文馬房蔡約翰133磅5檔現時評分75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68分。5大優勢：上場同程谷草1200贏0.75個馬位，末段衝刺力攞到3分最高分。跑過2次同程全部上名，勝率100%，入位率100%，正宗守本路。布文操刀，騎練組合上名率接近39%，合作可靠。副係水頭充足係1級賽冠軍指示，冇線有長力，窄場好啱踢。備戰充足，休息28日後快跳踱步21課，游水22次，狀態 keep 得好好。唯一隱憂，今場負磅比上場重5磅，體重輕咗12磅，尾段仲有冇咁好爆炸力成疑問。兩大威脅對手。12號喵喵怪同程入位率71.4%，上場谷草1200跑第3，末段追勢好勁。10號佛亮老窩上場同程亞軍，末段衝刺評分高達2.57，田泰安再騎後勁犀利。